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大选结束，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依照惯例带来个总辞，总统蔡英文嘛有慰劳，会伫咧5月20新总统上任进前做看守内阁，一直到新总统做出新的内阁。台湾人民顺利选出了未来带领台湾向前走的新总统，以及代表民意的新国会代表，为台湾民主发展写下了新的篇章。期盼行政院团队能与新国会紧密合作，持续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政策。然而，基于我国宪政惯例以及对新总统及国会新任期新民意的尊重，我已经向蔡总统请辞。今仔日伫咧宴会当中，陈建仁嘛有听中选会针对即摆大选的选务报告，也因为最近网络出现真侪对选务人员作秀的指控，中选会已经伫昨将25件乌白生谣言的案件，依照刑法架设违法，移送检警甲司法机关来查办。